10月28日凌晨2點30分，一條令整個華語演藝圈心碎嘅消息傳出，香港資深演員許紹雄因癌症引發多重器官衰竭，喺養和醫院安詳離世，享年76歲。距離佢77歲生日只剩7日。就在佢離世前一日，10月27日，病危嘅消息突然爆開，半個港圈嘅明星都衝向醫院，場面幾咁震撼。周潤發一身黑衣快步衝入醫院，佘詩曼喺澳門活動現場當場落淚，改簽機飛返香港。苗僑偉夫婦、林峰、吳卓羲、黃宗澤、郭晉安、歐陽震華，連大導演杜琪峰都到。咁多大咖同一時間出現喺同一家醫院，就只為見佢最後一面。點解一個配角演員嘅離世能夠令半個娛樂圈咁動容？許紹雄呢個名，你可能一時想唔起，但只要見到佢張面，你一定會話，係佢。喺使徒行者裏面嗰個表面笑嘻嘻，實則老謀深算嘅歡喜哥尋歡喜。喺射雕英雄傳裏面江南七怪嘅朱聰，喺新紮師妹裏面嘅鐘 Sir， 喺暗戰裏面嘅劉青雲上司黃啟發。50多年演藝生涯，超過300部作品，佢幾乎出現喺你睇過嘅每一部港劇裏面。但最令人心痛嘅係10月10日，許紹雄仲喺社交媒體上更新片段，同網友傾努力嘅意義，談笑風生，完全睇唔出病容。邊個會諗到，只係短短18日後，佢就永遠離開咗？其實早有徵兆。據好友透露，許紹雄半年前就帶住太太同女兒返去廣東祖宅，嗰趟旅程更似係喺道別。佘詩曼喺27日接受訪問時哽咽住話：我早就知佢身體出咗狀況，一直喺跟進探望。佢話許紹雄令佢感受到咗父愛。佘詩曼細個父母離異，跟媽媽一齊長大，在使徒行者等多部夫里，許紹雄都演佢嘅父親，父愛亦真係當佢趁女兒痛愛。今次佢病危，佘詩曼臨時取消晒所有行程，鬆澳門趕返香港，喺醫院陪咗佢好耐。27號嗰日，醫院探望嘅場面異常凝重。黎芷珊中午12點第一個到，跟住苗僑偉夫婦、蚊偉雄等喺醫院待咗2個鐘先沉默離開。下午3點，黃宗澤、歐陽震華低頭走入醫院，全程唔接受訪問。晚上，林峰同吳卓羲趕到，離開時只對媒體講咗4個字：吉人天相。聲線入面充滿祈禱。28日早上9點，周潤發一身黑衣，戴住帽子出現喺醫院門口，面對鏡頭淨係禮貌揮手，對好友嘅病情守口如瓶。佢同許紹雄嘅交情由1979年合作《網中人》開始，46年嘅兄弟情走到咗盡頭。許紹雄生前曾回憶，發哥以前同而家一樣都好 friendly， 我哋嗰陣好黐線，中午12點就到餐廳聚，大家都係好朋友。更令人唏噓嘅係，許紹雄出身顯赫，佢嘅家族背景喺演藝圈差唔多無人能及。太公許應闕係慈禧太后嘅乾兒子，官至閩浙總督，官拜一品，可喺紫禁城騎馬。叔公許崇智係參與創立黃埔軍校嘅粵軍總司令。最傳奇嘅係，佢嘅姑奶奶係許廣平，按輩分，魯迅係佢嘅姑爺，魯迅之孫周令飛係佢表弟。祖先許拜庭係廣州4大鹽商之首，家族成員多聚居喺廣州高第街許地，咁嘅豪門世家已足夠令佢一世躺平。但許紹雄鬆唔提呢啲，佢喺2016年接受訪問時淡然話：我哋家族太大咗，有10幾宅，我哋淨係其中一宅。顯赫家世對我影響唔大，生活終究要靠自己打拼。就係咁一個含住金湯匙出世嘅豪門公子，選擇咗最唔起眼嘅路，當配角。
1972年，24歲嘅許紹雄考入無線電視第一期藝員訓練班，跟周潤發、呂良偉係同學。畢業後喺無線做咗3年，轉到麗的電視，4年後又返無線。1977年，佢成為香港藝人入面第一個買賓士 Mercedes 嘅人，從此被叫 Benz 雄。呢個綽號背後係佢作為綠葉角色另一種光芒。1974年，佢同許冠文、許冠傑合作電影《鬼馬雙星》，飾演小迷糊，正式開啟演藝之路。1983年，佢喺經典劇集《射鵰英雄傳》中飾演江南七怪之一嘅朱沖，將機敏狡黠嘅書生演得活靈活現。呢次係佢第一次真正進入內地觀眾視野。但真正令許紹雄被記住嘅係1999年嘅電影《暗戰》。佢喺片中飾演劉青雲嘅上司黃啟發，憑呢個角色首次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。從此，大家開始注意到呢個總係喺主角身邊，卻演得比主角仲精彩嘅綠葉演員。許紹雄演咗40年夫，從1991年到1998年，7年時間佢參演咗25部影視劇，角色幾乎淨係無名配角。金檔綠葉被稱為香港影壇綠葉之王。面對為何金檔綠葉嘅疑問，佢淡然回應：鍾意演夫，唔願退休，角色冇大小，演好就夠啦。2014年，命運終於俾咗佢一份大禮。使徒行者播出，許紹雄飾演嘅歡喜哥尋歡喜一炮而功。呢個表面總係笑嘻嘻，實則老謀深算嘅黑幫大佬，佢演得太精彩。從最初嘅狠毒大佬，到失去愛子嘅痛徹心扉，再到感受佘詩曼飾演嘅阿丁帶嚟嘅家庭溫暖，想改邪歸正嘅心路歷程，每一個細節都拿捏得恰到好處。呢係教科書級嘅演技。憑住歡喜哥呢個角色，66歲嘅許紹雄獲得咗2014年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獎。佢笑住話：演咗40年夫，冇諗過60幾歲靠歡喜哥爆功，呢係觀眾俾嘅禮物。從此，歡喜哥呢個稱呼跟咗佢10年。2017年使徒行者2， 2020年使徒行者3，歡喜哥一次次回歸，每次都能掀起收視狂潮。網友話佢係關係大戶，因為喺劇裏面佢治晒所有人，連臥底都係佢嘅人。有人開玩笑，黑社會點樣搵？打手係臥底，大佬係臥底，連歡喜哥都係臥底。但許紹雄演嘅歡喜哥唔係簡單嘅黑幫老大，佢有血有肉，有情有義。呢個角色之所以深入人心，係因為許紹雄將一個複雜嘅人演活咗。熒幕之外，許紹雄嘅生活同樣溫暖。1985年，佢喺新加坡演出時認識咗太太龍燕，戀愛7年後於1992年結婚。佢對太太前一段婚姻嘅孩子視如己出，鬆唔講繼子，而係我仔。佢曾感慨，太太跟前夫有一個仔，嗰時已經12歲，我無端端多咗一個仔，你講幾好？我唔需要經歷嗰段最辛苦嘅換尿片、餵奶時期，佢又肯叫我做爸爸，我一早就當佢自己仔。婚後5年，佢哋又得一女，家庭生活和睦美滿。許紹雄常講，佢比我能幹好多，學識高，人又靚，我都唔明佢點會嫁俾我，只能講係我時運高，佢時運低，哈哈。緣分就係咁奇妙，根本解釋唔來。就係咁一個把家庭經營得溫馨美滿嘅男人，喺事業上亦鬆唔懈怠。即使年過7旬，佢依然活躍喺熒幕上。2025年，佢仲有師承山海、掃毒風暴、絕命法官、愛的季風掠過等4部作品與觀眾見面。其中絕命法官成咗佢嘅遺作，呢部劇而家仲喺熱播，邊個會諗到主演已經唔喺咗。73歲時，佢參加節目無限超越班，被問到退休計劃，
佢直言唔會退休，因為演夫係我嘅寄託。佢話一定要好好珍惜而家對你好嘅人，角色冇大小，演好就夠啦。呢句說話成咗佢一生嘅寫照。許紹雄嘅離世，令2025年成為 TVB 艱難嘅一年。今年已經有8位 TVB 藝人去世。2月14日余明去世，3月23日谷峰去世，6月23日唐佳去世，7月3日雪妮去世，7月4日周聰去世，7月15日吳博君去世，8月31日黎宣去世，依家又係許紹雄。呢啲陪伴幾代人成長嘅老藝人，一個個離開，帶走嘅係整整一個時代。28日上午，TVB 官方微博發文悼念青山遠行，藝影長存。惠英公喺社交媒體上寫道：願天堂冇病痛，安息。歐陽震華、江美儀、譚耀文、麥長青等眾多演員亦紛紛發文表達唔捨。整個港圈都喺為呢位老夫骨送行。嗰個開住賓士踏入電視台嘅年輕人，嗰個由不起眼嘅配角演到觀眾心中嘅歡喜歌嘅演員，嗰個出身豪門卻選擇靠自己打拼嘅男人，嗰個把繼子當親生仔，把佘詩曼當女兒嘅好爸爸，嗰個76歲仍然喺熒幕上發光發熱嘅老夫骨，走咗。佢用一生證明咗一個真理：角色冇大小，演好就夠啦。喺呢個流量為王、人人追逐主角光環嘅時代，許紹雄嘅故事顯得尤為珍貴。佢話俾我哋知，唔係只有站喺舞台中央先可以發光，配角亦能活出自己嘅精彩。佢鬆唔爭、唔搶、唔炒作，只係踏踏實實把每一個角色演好，最終贏到咗整個行業嘅尊重。當周潤發、佘詩曼、苗僑偉呢啲大駕齊集醫院為佢送行，當 TVB 所有演員都喺社交媒體上悼念佢，我哋先明白呢個綠葉王喺港圈嘅地位有幾重。佢唔係票房冠軍，唔係收視擔當，但佢係每個演員都敬重嘅前輩，係觀眾心中永遠嘅歡喜歌。10月10日嗰條片佢笑住話：人要努力，但亦要享受過程。18日後佢走咗，留低咗300多部作品，留低咗歡喜歌呢個永遠嘅經典角色，留低咗角色冇大小呢句箴言。歡喜歌一路走好，青山遠行，藝影長存。你喺熒幕上嘅笑容，我哋會永遠記得。